城里裂缝越来越深，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。电呢？停了，高压管线有点漏电。高压电应急备用电能用多久啊？不到10个小时。王显民呢？找不着，应该在比咱们更危险的地方。这样啊，我不管，你想办法用人工井，这个地方一定不能给我塌出出现裂纹的，听懂了吗？听了，但是时不时的会有漏电，好怕。怕什么怕呀？想办法。是。跟工程排说，让他们到外面人工引流把水沟引出来，懂了吧？明白。好。快！王显民，王显民，你在哪呢？王显民，王显民，王显民，你给我出来！班长，等我确认没问题，你再上。教官，进来。朱元强，欧阳剑。欧阳剑。王显民，听到请回答。王显民，听到请回答。王显民，欧阳军，每一个冷却液旁边都有冷却阀门，把功率降低了。欧阳军，欧阳军。班长，没事吧？降低冷凝阀门功率。A 阀门降低15%。A 阀门降低15%。B 420%。B 4B 740%。B 740%。最怕明火，可忍为上，一旦着了会产生剧痛。班长，班长，快去，快去！是。功率下来了吗？报告班长，下锁。科长，工程排我已经派出去人工引流了啊。王显民他人在哪呢？我也在这呢。把那地方堵死了！哎，那边给他堵死了，架高一点。科长，这边撑不了太久。我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洞窟要不停的升级改造，真打起仗来不一定出什么幺蛾子。那边往上立得高一点，高一点。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应该阻止水流倒灌，然后打开待机库，让空气进来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修复受损电源，保障发射运电。打开待机库大门不可能啊，这是规定。行了，你别再浪费时间了，抓紧时间执行你的任务，好吧？啊，我人都没齐呢，我执行什么任务啊？欧阳军，我给你想办法找来。
科长，人命关天，我必须留下来。你不是这么答应旅长的呀？我答应他的时候也不知道情况是这样的呀。行了啊，别废话，执行命令。我不，你再说一遍。如果命令本身就是错误的，我拒绝执行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以为你成了一个1毛2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不是啊？夏朵，你知不知道动6动任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除了王班长以外，就我最熟悉这儿。我留在这儿发挥的作用比检测发射车更重要。李科长，我在呢。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没时间磨叽，大局为重，执行命令，明白了？怎么了那边？会长，用一下操作台。可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旅长，作为参谋长，我要提出反对意见。目前的形势变化恶劣，完全超出了我们1小时之前的评估，所以，我建议立即切断竖井当中所有的风水电系统，停止发射任务，并向首长报告。但是动6动的测试任务可以继续进行。相信我，能行。受损的电力系统正在恢复中。现在已经恢复到30%。旅长，你自己可以出去看一看吧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能发射吗？能，一定能。这看什么看？你事忙完了吗？不行，我要向首长做出报告。一直跟基地连着呢。我知道连着呢，但是首长说过了，行或者不行，决在于我们自己。行，一定行。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咱们这迟早会变成一堆废墟的。为了一堆废墟，出现了任何闪失怎么办？如果1枚导弹还没有打出去就被拆解了，如果用生命换来的洞窟没有经历过发射就被报废了，这对坚守洞窟的官兵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。旅长，是不公平，但是目前的条件不能发射，只能说我们现在不具备最佳的发射条件，最低的也没有。我问你，假如战争打到只剩下我们这枚弹了，到底打还是不打？我是方振军，经基地作战指挥之综合评估，270旅战刃连待机库现在不具备发射条件，命令你部立刻展开自救，确保装备安全，并立刻执行动6动号测试任务。那动6动测试任务还包含最终的打击任务吗？包含。可是那枚东风还在竖井，怎么可能？总不能打不出去，还保不住吧？电能为什么只能恢复到30%？谢谢班长。报告旅长，有情况。快看，在咱们东侧100公里处，有高速行进的车队。按照他们的速度，90分钟后到达我处。怎么一点预警都没有？应该是电力系统出现故障所致。快，重新连接卫星。是。东面334旅。报告，军事卫星接通，但有3颗凌空，均有覆盖死角。请求战支，立刻变轨，而就高地19号卫星。是。
1号1号，我是地叔，收到请假。地叔，我是1号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270旅待机库外警戒阵地。如果现在就把他们的哨摸了的话，我担心会惊动里面。那就惊动吧。我们还有100公里就要抵达。要是270到现在都没有发现我们，那它里边就确实已经乱了。收到，我们现在立刻就去敲门。行动。要回家了。是啊，这一走就是4年，还真挺想回来看看。要是老房客赢不了新房客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？主要是这新房客还不新，况且正是在他的凌乱之际。首长说的对呀，和平击毙要根除，实战演习要避震。不管它多乱，要是270连1枚弹都保不住，变更弹码预设程序，准备首轮攻击。什么情况？去查一下。是。呼叫值班室，呼叫值班室，谁在吗？说话。是我，我是夏卓。怎么回事？系统怎么就到峰值了？师傅，我正在重新调整系统，清除334旅的植入代码，否则我们的所有部署都在334旅的操控之中。刚刚接到离职指令，334旅袭扰分队正在赶来，目标不明确，应该是阻止导弹发射，占领待机库。搞什么呀？这个时候搞演习？除了地震不是安排的，其余全是安排的科目。你们现在那边怎么样？我们这边刚刚把冷凝阀门的功率降下来，现在又升上去了。如果这样长时间负载运转，我怕达不到战时的标准。冷凝塔控制器受损，冷媒液一旦发生明火，就会出现大量毒气。是。我知道，师傅，欧阳，你们给我10分钟，10分钟内我一定搞定系统，既能降低压力，又能扛住334旅这波攻击。先保证电，再保证风，这块不用你们管，我们在这看着，手动泄压。你们需要增援吗？夏叔，你先做系统，这个我和班长顶着呢。保障作战，我说了不用管账。收到。氧气和水囊还够吗？磨磨唧唧的，不够会找你的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给我5分钟。没有时间给你5分钟，执行你的命令，执行动6动任务。夏卓，我告诉你，334小分队马上到了，兵分2路。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导弹车我也不要了吗？那战术工作怎么办？不用你管，带着新的装备给我离开这儿，离得越远越安全，否则我们怎么反制334？欧阳，你先下去，我在这看着。别逗了，你又不是新手观音，你顾不过来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人来替代你的。余生，不行，旅长，334发动了攻击。
这么近的距离，居然一点预警都没有。咱们的车辆都还没撤呢。命令，紧急疏散，尽量把点位散开。参谋长，到，你亲自负责。是。快，3组撤离！首长，我就问一句：东风发射，动6动任务，334袭扰，到底哪个是演习，哪个是任务？留下来是演习，活下来是任务。欧阳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刚才我这士官长可听你这个军官的了，现在你这个军官听听我这个士官长的，行不行？班长，欧阳俊同志，到，马上去执行发射车测试任务。是。班长，哎呀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行不行啊？快走吧。班长，您小心啊！去。班长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！放心吧。鲍旅长，目前形势对我不利，对方派出了一支袭扰分队，兵分2路，一路直扑我们的竖井，另一路直奔战刃连的大本营。大部队呢？大部队目前好像停止了移动，我估计是在等袭扰分队得手之后再做行动。好，那就想办法催他们赶紧来。赶紧来？如果只是袭扰，也用不着334旅这么兴师动众啊。既然他们旅长王金营都亲自来了，显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阻止发射，而是……旅长，我明白了，基地给334的任务，可能不仅仅是阻止发射，而是要夺取竖井，完成发射。4年前，咱们在移防之前，和334旅就交过手。上次咱们输了，这次他们别想再赢。通知沿途哨卡，全部隐蔽，看见334旅的车就放。我看他们敢走多远。好，旅长，按照您的部署，咱们也该撤了。报告，里面没人，无法进入。连长，走。
徐班副。小谢。人都跑光了，你怎么没走？没人通知我走。别怕啊，这只是演习，不会伤人的。徐班副，找俩人看着他。剩下的人跟我走。过去。我去，这是平牌消失了，还是被外星人掠走了啊？这么干净！一组，负责警戒；二组，负责清场；三组，去中控室把监控给我拔紧了；四组的人跟着我。走，去龙宫。行动！1号，我们已经抵达龙宫。导弹完好无损，除了几名看守人员之外，洞库全员，包括所有车辆全部转移。洞库是空的，估计是他们这次不想输得这么彻底，所以都拉出去躲了起来。据搜查，包括之前废弃的老阵地，小信封中说，您放心吧。我们当不了别，就算是，也不会做缩头乌龟。看一下近1个小时内库内的监控，判断一下人员的去向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明白。报告营长，收到，请讲。请您赶紧来一下中控室，有特情。什么情况？报告营长，你看，所有大的频道都是这个，无法切换其他频道。我去！报告，队长，出入口液压装置全部锁死。啊！自爆程序也无法启动，咱们出不去了。徐班副，徐班副，说好请回答。刘总，徐班副，徐班副收到，请回答。徐班副。口队，你跟着我。是。剩下的人都给我听好了，按照地图寻找出口，接着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通风管道，还有，尽快的想办法破拆大门。走，快点！继续检查。
营长，你看。这小子到底是谁？一个冉冉升起的火箭军军旅歌手，易子梦。营长，你看。教学专用，列入移交。营长。东瑞斗发射车，我是夏卓，听到请回答。还有多长时间通过通讯黑障？按照现在速度还有1小时。帮忙报速60。再快点，不能再快了，不能光考虑时速，油耗怎么办？时速每增加10%，油耗增加15%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干部的设施增进就会没有。行，尽量少走砂石路，切断摩擦阻力。子梦，寻找北斗信号，还有无线地信号。是。夏卓，收到请回答，夏卓，我是安俊，请根据坐标点立刻与装备汇合。
你在哪儿呢？你到底在哪儿？真希望校长没事儿。没有他，我们打不出这枚弹。小鼠，听着我说话，为什么没有动静啊？你是谁啊？别管我是谁。你要想找到发射车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吕征，有意思吗？不就是一场演习吗？你至于电击我吗？我差点死在这山里边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吕征，你要是不回答的话，我就挂了啊！你会来找我的。吕征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吕征，说到请回答。老马，开慢点，我现在依旧寻找不到波段和信号啊。好的。有信号了。王耀俊，我是吕征，卫星过顶，通运窗口只有2分钟，你们在什么位置？报告吕科长，我现在的位置没有信号，定位不到具体的位置，但是我们已经日夜兼程，一路向北，距离发射阵地还有不到200公里。辛苦了。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，我命令你们立即相机。334旅的袭扰分队已经先于我们奔向发射阵地，我们要用备用阵地确保导弹的发射控制权。这次334旅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发射，并且夺取控制权。戴季夫已经失手了，我们不能输了第2阵地。是，立刻前往备用阵地。加油！老马，放心，进。我是东流洞任务执行者夏卓，有人听到吗？发射车，我是夏卓，快接过来，屏蔽干扰。是。夏卓，我是欧阳俊。收到，请回答。欧阳俊，两万一什么？你们听好了，这是一次非常不正常的演习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上级下达的所有命令。夏卓，收到回答。听到没？
不对呀，夏卓他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帮忙，停车。是。子梦，我们的通讯是不是再次被限制了？是的。通讯结束后5秒，5秒后进入黑障区。现在我们只能搜索到6颗北斗卫星。刚才夏卓说，让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听到了吗？子梦，你耳音好，你再重新听一遍我们刚才命令的通话。是。仔细听。我命令你们立即向西，334旅的袭扰分队已经先于我们奔向发射阵地。我们要用备用阵地，确保导弹的发射控制权。这次334旅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发射，并且夺取控制权。代机库已经失守了，我们不能输了第2阵地。你的意思是？这个声音不像吕征。我明白夏卓的意思了，可是。这个声音明明是吕征的声音啊！对，声音是吕征，但节奏不对啊！而且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通讯是恢复正常的；他挂的时候，通讯又中断了。这未免也太巧合了。导调组设置黑障区，目的是为了模拟战时的情况，能随意进出这个通道的，你觉得还有谁啊？还有。他只提到了我，没有提到夏卓。别着急啊，我们慢慢捋一下。这次演习时间特别突然，毫无预警。334旅抵达待机库的时候，我正奉命提前撤出，与你们和夏卓会合。终极目标就是抢在334旅抵达发射阵地之前，发射东风185H。目标待定。简单来说，334旅的任务就是占领待机库，截获东风185H，一旦发射，视为获胜。而我方呢，以退为进，故意露出待机库的破绽，吸引334的注意，伺机把导弹急速转运，并配有4辆保障车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没有。我们从战刃连出发，兵分5路，设置了4个紧急集合点，躲避卫星凌空5次，实际行车11小时，中间加油2次。但是进入通讯黑障区以后，通讯受阻，目前与指挥部和各协同车辆失去一切联系。没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设置黑障区是导调组的意图，那如果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行车速度，我们多久穿过黑障？4个小时。4个小时。但现在呢？说明什么？我们用了4个半小时，说明我们的行车地图被人更改了。没错。这就是我们部队作战时最害怕的事，看不见对手，对手却无处不在，我们必须质疑一切。明白了，你怀疑刚刚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吕征。变音器、声音模拟器，加上干扰波，混淆我们的视听。这都有可能。你这么说，更担心夏卓了。我也担心。但是这人在哪儿呢？啊，我们刚有了消息就消失了。怎么，跟指挥部联系上了吗？一直没信号。就算有信号也不能连线，绝对不能贸然行事。我们在黑障区，334也在黑障，他们怎么看见我们的？引蛇出洞，请君入瓮，擒贼擒王。黄将军，李子茂，连元邦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东正东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
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。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